课文52篇，阿摩司书第5章。恁着找做卯星甲参星迄位，伊互暗暝变做早起时，互日时变做黑暗暝，叫海水来摒伫地上。伊的称呼是上主。伊互强猛的人忽然灭亡，互堡垒毁坏。恁怨恨伫城门口主持公道的人，厌恶讲真实的人，因为恁欺压善车人，抢夺因的美娘。恁用雕琢的石头起厝，毋过袂当踮伫迄内面。恁栽种好的葡萄园，毋过袂当啉家己结的酒。我知恁的罪过有偌济，恁的罪恶有偌重。恁欺负义人，受暴露，伫城门口冤枉善车人，所以通达的人伫即款时势话静静无讲话，因为时势邪恶，着追求良善，毋通追求邪恶，才有活路。安尼，照恁所讲，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才会真正甲恁同在，着怨恨邪恶，喜爱良善，审判的时主持公道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上帝检采为对即个国家所剩的子民显出仁慈。上主讲：我厌恶搁看轻恁的罪期，嘛无欢喜恁的大聚会。虽然恁献烧化祭甲素祭互我袂接纳；恁献肥的精生做平安祭，我嘛袂接纳。恁唱歌的声着离开我，恁弹琴的调我无爱听。总是着互公平，亲像大水直直流；互正义，亲像江河长流无停。